咱国的健保已经开办30档咯，有正完整的资料库，也毋过嘛常常阮事权的争议。宪法法庭在2022年宣判讲，要互民众有退出权。卫生福利部是强调讲，退出权会伫今年8月10日开始实施。只要出示健保卡，就会当到徛街附近的医疗院所看病，真方便。不过，健保开办30年，累积真大的医疗资料库，定提供予学术单位来研究，引起外界质疑侵犯隐私权。宪法法庭2022年宣判，需要予民众退出权，也就是无提供个人医疗资料予任何单位自处利用。对此，卫福部推动制定全面健康保险资料管理条例草案，也毋过予立委批评，卫福部旗下设立健保资料咨议会监督方法，根本就是纠员兼裁判，无有独立公正性。主管机关对人民个资的使用应该要建立独立监督机制，但目前草案中的健保资料咨议会的设计根本就没有独立性。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宪判他说不明确，所以我们这个法就让它明确，请委员提供宝贵的意见。另外，也有立委建议草案要增列禁止营利使用，为中华民国境内登记设立的大学法定机构，未当申请等相关规定，以防范2300万人民的就医资料外泄。如果没有好好规划，将更方便犯罪者透过学校跟医学中心研究单位取得。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利用呢，要在特定指定的空间，它是一个隔离的环境，所能析出的只有统计之后的结果资料，所以所有的个资或原始资料是不可能析出。因为宪法法庭判决了后，爱第3年来完成宪法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初稿针对行政院版本甲立委提案2个版本进行审议。卫福部强调，无论草案敢是完成删除、退出权，拢会如期伫今年的8月10日来实施。这也是头一摆办理健保资料库退出权。初步规划书面申请模式，等制度稳定了后，才一步一步采取线上申请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